遇到個女大學生啊，喺咁我哋合劑就成班朋友去啦嘛，去玩。咁夜晚咧就梗係有去飲下酒啊，去酒吧啊嗰啲啦。以前有一間叫 Chanel 嘅，化冰最大間嘅。我哋喺嗰度飲緊嘅時候咧，忽然間個 waiter 就攞咗杯啤酒俾我，講有人請我飲酒喎。純情大學生最重要喎，有錢咯喎。呢個最重要。咁佢真係攞咗學生證出嚟喎，原來喺曼谷讀緊大學嘅喎。肯定係大戰幾場咯，見到大家慶合合，又靚女，咁我又後生有體力，咁咪條女就講明嘅，佢唔係出嚟撈，唔係出嚟揾食，唔係愛錢，咩都冇嘅，係真係講 true love 嘅。歡迎回到來我們的男女那些話啊，Rachel， 我問你啊，你最後次去泰國旅行是幾時啊？去年12月。去年12月，對，住了多少天？3天啊，4天3夜吧。4天3夜，OK。這樣你去泰國之前哦，你 booking 是幾久就 book 了？半年前、3個月前？1-2個月吧。1-2個月 book 啊，對。所以就是說你1-2個月前你就 book 了，比如講10月你就開始 book 機票，還有那個 hotel，對嗎？對。OK，這樣你 book 4天3夜，這樣正常來講4天3夜你一定在自己 hotel 睡的咯，是不是？對。OK， 我們今天有個觀眾是，有個聽眾他 message 我們，跟我們分享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啦。OK， 他就是去泰國好像是4天3夜 ，OK， 他也是像正常這樣啦，然後 book 機票 book hotel， 但是他跟我們講，是不是？他4天3夜裏面呢，他有幾個晚上是沒有睡在自己 hotel 的，你知道他睡在哪裡嗎？不知道。我們現在 call 他，我問他一下。可以 OK Hello， 你好，請問是 Steven 嗎？係啊，係啊。哦 Steven 你好啊，我係 Roger 啊。Hello， 我是 Rachel。係好。哦，係之前我哋收到你嘅一個 message 啊，你同我哋分享幾個分享故仔啊。Steven 你今年幾歲啊？介紹下自己啊。OK， 我Steven 啦嚇，OK 就44歲，所以而家有家庭冇啊？而家結咗婚未啊？有家庭嘅。哦，不過你講可以我知道你講上擺屈質你嚟噶嘛？係啊。分享係。你分享一下你之前嗰個泰國嘅，因為嗰日你同我哋講個泰國故仔啊，我哋覺得好有趣啊。泰國嘅我咁樣諗起係啱，以前後生啦嘛，咁嗰時後生有親班朋友就成日有過泰國玩下啦。OK， 咁你就知馬來西亞人最近有個合齋啦，合齋差唔多馬來西亞人嘅後宮咁嘅意思啦，當年咁嗰時都經常去嘅。同朋友經常去嘅。嗰時係幾多年前啊？大概10幾20年前咯，20年前有10幾年前啦。哦，10幾年前。應該係29、30歲嘅時候啦。OK。咁嗰時過去玩仲幾經濟噶嘛？嗰時馬子換泰銖都幾高下，係嘛？仲唔似而家咁樣嘛？咁幾經濟玩啦，咁就成日幫朋友過去啦。咁咧有一段就比較難忘啲嘅，因為通常你知啦，男人過去都係俾錢 hit and run 噶嘛，搞掂就走人咯，係咁樣咯。咁有一輪我去到嗰段比較難忘嘅，係因為遇到個女大學生。喺咁我哋合劑就成班朋友去啦嘛，去玩。咁夜晚咧就梗係有去飲下酒啊，去酒吧啊嗰啲啦。以前有一間叫 Chanel 嘅，化冰最大間嘅，喺合齋嘅。OK， 可以講係全合齋最大噶啦。咁我哋去親，經常夜晚都會去下嗰度啦。係有 show 睇噶嘛，有嗰啲 live band 啊，跳舞嗰啲噶嘛。咁嗰晚我哋喺嗰度飲緊嘅時候咧，忽然間個 waiter 就攞咗杯啤酒俾我，講有人請我飲酒喎。OK， 咁咁指下隔離台，原來隔2張台就有幾
個後生女啦、禪妹啦、後生女啦，原來其中一個請我飲嘅，即係講成個隔離台有幾個泰國女仔，係跟住其中一個請你飲酒，係，哇！我都嚇到一下，唔係啊嘛，即係講咁有魅力，唔係啊嘛。之前你 send WhatsApp 俾我哋嘅時候咧，我哋睇過你嘅 profile 個相，真係好靚仔啊！唔該晒，唔該晒，而家殘晒啦，而家嚇。OK，咁我都嚇到一下嘅，因為成世仔冇試過俾女請飲酒嘅喎，請女飲酒又多喎，幾時有俾女請我飲酒㗎啦？誒，仲係夾靚女嚟嘅喎。OK，咁當時我哋下客話唔知係咪嗰啲你知泰國啦，唔知係咪嗰啲仙人跳啊瓜啦咁點知咁人哋請我飲酒，禮貌上都係會打個招呼飲埋氣過去傾下偈。咦，結果唔係喎，真係女嚟嘅喎，真係女，正式真正女仔生嘅喎。就係後生妹嚟嘅喎，咁我哋傾下啦，坐埋一齊㗎啦。佢哋嗰度有大概佢哋3個女仔，我哋呢度男仔有5個，咁肯定又坐埋一齊玩啦。之後咁個女仔就幾坦白嘅，直頭同我講，佢就中意戴眼鏡嘅男仔，因為我戴眼鏡啊嘛，佢中意四眼。即係講嗰個女仔同你講，佢中意戴眼鏡嘅男仔。戴眼鏡斯斯文文嘅，又睇到，佢又即係合眼緣啦，睇到個之後佢講中意我笑容啦，因為睇到我成晚喺度傻笑啊嘛，飲咗就開心咪笑咯。咁傾下，咁佢真係攞咗學生證出嚟喎，原來喺曼谷讀緊大學嘅喎。哦，係真係是大學生，其中一間大學讀緊大學嘅喎，有學生證嘅喎。原來佢哋3個都係大學生，只不過係佢哋假期。即係泰國唔知咩假期啦，佢哋就落咗合齋寮啦咁樣啦，即係佢哋本地自己遊客旅行啦，落咗合齋玩啦，咁就遇到咗咯。之後咧我就咁樣飲完啦，梗係食嘢咩咯，咁返埋酒店咯。咁樣之前你提到係喺酒吧嘅時候咧，咁樣你同朋友一齊㗎係嘛？哦，所以你朋友有冇溝埋嗰個對方女仔有幾個朋友啊？或者一定係你一個人有機會嘅？佢哋都想嘅，佢哋冇你咁靚仔，得唔到邊度爭要魅力？因為其實講因為其中五個啊嘛，我哋其中2個咧就有帶咗女嘅。哦，已經 book 咗女㗎啦，帶咗女㗎，帶住女㗎啦，咁嗰2個肯定唔方便啦。咁另外2個溝唔到啦，就冇辦法啦，係我就帶咗翻去啦。OK，咁特別喺邊度咧？咁樣聽到呢度都好似就冇乜嘢咯，咪溝女帶翻酒店咁樣啦嚇，係都大把都有咯。OK，咁帶翻去因為條女就講明嘅，佢唔係出嚟撈，唔係出嚟揾食，唔係愛錢，咩都冇嘅，係真係講 true love 嘅，講真愛嘅，純愛，真係想有結果嘅，大家行落去嘅咁樣嘅意思喎，直頭幫我講。咁第2日係我哋冇喺酒店噶啦，第一早醒佢帶我去騎象啦，喺泰國合齋騎象啦，去睇戲、行街、食飯啦，煮埋嘢俾我食喎。嗰個係第2日啦。咁樣當晚飲完酒，你翻去 hotel 嘅時候，當晚飲有冇啲肯定係大戰幾場咯，見到大家慶合，又靚女，咁我又後生有體力咁樣，應該都有5、6擺啩，6、7擺啩，都唔係好記得咯。哦，係啦，6擺啦，6擺，係咯，6比0啊，哇，還記得多少個袋？一盒細盒嘅3隻，咁用晒2盒啊嘛，用晒2盒，哇！有安全的，咁開頭都係愛嘅，安全嘅嘢，出嚟玩都要安全嘅，係嘛？係真係唔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噶嘛啲嘢，咁就到咁樣嗰晚戰完真係好撚攰噶啦，其實，咁第2日真係冇咩想喐噶啦，你知男人啦，但係呢條女愛啊嘛。
去行街去拍拖喎，嗰啲 feel 喎。係啊，人哋請開你飲酒，咁你第二日點樣都係陪人哋行下街，付出少少啦。係啦，好似你講，愛享受，愛接受啦。咁就第二日真係就陪佢行街食飯啦，咁樣。咁樣都幾特別經歷啦，因為有幾多個去合劑有騎過大笨象嘅。咁又係大笨象。之後又同女去睇戲嘅，我都冇試過喺泰國睇戲啦。戲院睇戲，電影係喺睇電影，喺嗰個Lee Garden 最大嘅商場，嗰時就仲未有 Central 啦，就Lee Garden 最大啦，就喺嗰度睇電影。我仲記得睇咗套嗰個 Spiderman 講禪話嘅喎，翻譯講禪話嘅喎。即係講係唔係講英文或者係肯定係禪話，即係講泰國話。係特地找配音嘅。佢嘅 subtitle 都係禪話嘅，都係泰國文嘅。冇講好似有英文華語，好似馬來西亞咁樣。冇嘅，所以我唔知你講乜柒啦嚇。成套戲係喺嗰度坐低下摸下手仔摸下大髀啦。特別喺原來泰國全部電影放之前係有放國歌嘅。成個戲院會記住嘅，聽國歌唱國歌，係所以種種呢啲經歷都幾特別下啦。即係除咗平時咁樣去玩法，都有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經歷啦。咁第二日咁睇完啦，行完夜晚，佢提議叫我唔好喺酒店瞓啦，冇嗰啲 feel 啊，冇屋企嘅 feel 啊，喺酒店瞓。咁佢叫我去屋企喎。你不怕？係。佢因為係幫朋友住啊嘛，喺合濟嗰度，佢咁啱入喺嗰度，所以幾日喺朋友住嗰度，佢叫我去嗰邊咯。Rachel 問你唔驚？你唔驚咩？係呀，為咗舊嘢，邊度有驚噶啦？或者可以咁樣講啦，想當年冇嗰啲所謂嘅賣豬仔嘅嘢嘛，所以冇提防或者係冇去諗呢啲嘢啦。啱，當年都冇啲詐騙啊，冇聽到啲咁嘅嘢嘛。咁如果你話依家可能會提防啦，依家睇得新聞多啦，都驚個腰子啊，驚個腎啊咁樣，佢又冇咗啊，為咗嚿嘢冇咗嚿腎又換過喎，係嘛？咁嗰時真係冇呢啲嘢，冇諗過驚噶啦，哎呀，係嘛？人哋客家話講練罌三半缸，係咪先好快噶咯？抌去噶嘛，係咪？男人女人問得你。講唔得咩？講唔敢咩？冇可能噶嘛！即係如果你成個泰國去嗰個假期咧，比如講你去4日3夜係嘛？我記得你寫係4日3夜，所以係其中嘅2個你淨係住喺酒店自己嘅酒店1晚，其他嘅住喺嗰個泰國女仔嘅屋企。條女嗰度住咗2晚。之後再 extend 多1晚到最尾，其實就 extend 多1日。OK。就住咗3晚啦，其實。咁喺佢屋企幾特別啦，好住入本地人泰國人屋企，幫條女一齊住。之後又有煮下飯仔食。咁嗰時候唔好意思 ，Steven。有啊。嗰時候你係單身啊？哦 OK。仲有一樣嘢就係，咁除咗頭1晚咧，就有帶袋啦，用咗6隻啦。咁第二日去咗佢屋企啦嘛。咁去咗屋企。亦知道條女經過食2日嘅相處咁樣啦嘛，第1晚、第2日、第4日，咁就知道呢個真係唔係出嚟撈嘅，真係唔係嗰啲揾食嘅，咁真係乾乾淨淨嘅，良家婦女嚟嘅，良家婦女咧，咁就量就唔知啦，喺曼谷之後嗰幾日都冇帶袋咯喎，我哋就係冇帶袋啦。真的是不怕哦，真的是不怕哦。沒有想那麼多，沒想那麼多。嗰時候已經係精蟲上腦啊，冇諗咁多啦。唔止精蟲上腦啊，有個 feel 啊，有 feel 啱真係有大家認為大家係拍拖男女朋友嘅 feel 啦，已經唔係諗住嗰種叫雞嗰種咁嘅嘢啦，亦知道佢都唔係啦，所以就變咗就好自然嘅，真係。你們用什麼語言溝通啊？英文，因為大學生啊嘛，佢英文好好噶。睇呢樣嘢頭1晚我就係問佢嘛，點解你英文咁好嘅？英文係嗰啲叻噶。
中文文去 show 我佢係大學生咯。哦，OK，唔係嗰種就係講禪話英文幾句嗰種，我真係英文幾唔錯㗎。即係嗰幾萬得你哋兩個一齊，佢嘅朋友嗰啲冇同你一齊啊？偶然啦，食飯夜晚嗰食飯會有一齊飲酒啦，即係飲酒食飯會一齊啦。其他時間就我哋自己兩個人啦。咁樣好明顯，你已經係你都係掉低你嘅兄弟咯。是我啱啊，係啊，我都俾人講話有女冇朋友噶啦，都講咁講係咁噶咯。朋友依家嘢係嘛？不是每個人有機會啊。大家揾食咯。咁其實呢個關係咧，即係講4日3夜，你再加多1晚5日4夜啦。咁之前好似你之前講嘅係大學生嘛，嗰時候應該你29、30歲，所以即係講大去大歸都應該7、8年啦。佢應該大學生應該係21、22歲係嘛？係啊，我條女19、20歲啊。哇！都好快，你大學一下19、20歲讀大學咗。19、20歲咁樣嘅，係真係一見鍾情啊！咁其實嗰段過後，即係嗰幾日過後啦，嗰幾日過後唔使講啦，就係正常嘅情侶生活啦嚇，食飯搏嘢嗰種啦，咁樣喺嗰度好正常。大家講下標，行下街，喺合低行街嗰啲咁嘅嘢啦，嗬。咁翻其實都真係翻嚟有諗過下，大家會有發展嘅，大家會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因為嗰時咧講老實，我哋嗰個年代你知嘛，大家都冇 WhatsApp 冇 WeChat 啊嘛，嗰時係有呢啲嘢啊嘛。咁真係仲係純粹打電話嘅喎。咁佢又翻曼谷咗喎，我又翻吉隆坡啦，翻馬拉啊嘛。咁聯絡下就慢慢大家又淡咗喎，又冇見到面啦，完咗啦。就冇聯絡咗啦。之前嗰日過後，即係講喺泰國嗰一次5日4夜。你冇諗住第2個月再翻去咩？或者再揾佢啊？有諗過嘅。咁因為佢翻曼谷咗嘛。咁有諗過去曼谷揾佢嘅。咁係啦。嗰時候做工啦，翻嚟拖咗一下。OK， 之後聯絡唔到咗喎，就係呢個問題。佢俾我嘅電話號碼打唔到咗喎，泰國電話號碼。之前仲打到嘅喎。咁我轉咗聯絡。幾遺憾啊！遺憾啊！都因為如果係呢個年代有啲 WeChat 啦，有啲 WhatsApp 就應該唔會聯絡唔到嘅，係嗰個年代就真係唔得啦。都好可惜哦。你有懷疑還是特地換掉了嗎？沒有喎，咁啊冇諗過喎。因為之前仲聯絡到嘅號碼聯絡到，忽然間打唔到咗，唔知點解，可能人哋有另一條老咗咧，都可能冇所謂啦，橫掂一個經歷啫嘛。係嘅。你咁多年後，你諗翻轉頭啦，呢個係咪你人生中嘅一段好值得唔會忘記嘅一個回憶？啱啊！人生中真係㗎，出嚟玩出嚟玩真係有幾多擺有咁嘅 feel 啊，係嘛？有女自己嚟溝你，仲係靚女，之後住埋女屋企出國玩喎，住埋女屋企喎，之後大家嗰種心境唔同啦，心態唔同啦，幾有幾特別嘅經歷啊！之後都冇噶啦，都好難揾翻咁嘅 feel 啊，咁嘅經歷啊，心動嘅感覺，是的，心動的感覺。亦真的是這樣講，不是玩的感覺。即係講之前即係講你有同佢 try to 聯絡啦，但係聯絡唔到佢，佢已經又 block 咗你電話，應該係啊，或者換開電話號碼。冇喎，應該係嗰個號碼冇用咗喎，直頭。直頭嗰個號碼冇用咗。係喎，唔係 block 嗰種啊，直頭號碼冇啊。OK。你沒有想過要去他的學校？你不懂他讀哪裡是嗎？就可能去找看呢。曼谷大學。收我那個大學，在曼谷的一間大學的不懂什麼 U 啦，但是我不熟悉啦，曼谷那些大學的名字。香港大學我不懂什麼 U 來的，他讀護士的。護士有得讀大學的哦，在泰國。不懂哦，因為我護士啊，護理那個 field 專業，對喎，那個 subject 對喎。咁樣 Steven，頭先你講佢係護士啦，
咁樣嗰幾晚相處嘅時候，你有冇叫佢咩角色扮演啊嗰啲？角色扮演有嗎？未喎，未去到嗰穿度喎護士裝啊，uniform 有嗎？時裝喎，制服都咩色都搞晒噶咯喎，護士裝冇試過咯喎，由露台搞到去廁所，哇，晒噶咯喎，差唔多。即係講喺廚房搞到廳，成屋啦，爭在未上天花板啫喎，全部嚇咁樣睡衣就嚟噶咯喎，咁樣嗰時應該好瘋狂啊，因為嗰種感覺係即係講好刺激啊，很刺激啊！後生女戰鬥力又強，咁樣我哋又後生啊嘛，嗰時冇唔輸得噶嘛，輸冷搏輸完噶嘛，頂硬上都愛去噶啦。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這個這樣特別的，國外你講好像在泰國玩啊，然後認識在酒吧喺酒吧識朋友啊，或者係女仔啊，或者係嗰啲做工啊嗰啲聽好多哦，但係呢個純情大學生，純情大學生最重要不要錢的這個最重要沒有給錢的不要的當然啦，出去吃拖拍拖吃用那些我啦，當然啦，沒有收錢的。他沒有帶你去，不是來做的，沒有帶你去 shopping，然後我要這個 Chanel bag，這樣就沒有啊，合在好像都沒有啊，你要 Chanel bag 都沒有啊。合在沒有，還沒有那麼大型那些，現在都而家都冇話，應該大型嗰啲商場係冇啊。應該合在冇，大面係冇咁嗰時。咁樣除咗真係除咗搏嘢啦，除咗呢啲行程㗎啦，咁早晨真係有啊，又睇戲啦、騎象啦，又去坐 ATV 啦、神廟拜神啦，即係成個合仔周街躝晒㗎啦。呢個直頭係拍拖嘅生活咗嘛，拍拖嘅 feel 啦，所以好可惜嚇啦，係好可惜。因為大家又溝通到，因為好少遇到嘅英文會咁好嘅。尤其是泰國啦，大家容易溝通啦。我哋電話又唔係明啊嘛，所以就講幾特別啦。哇，有機會冇機會咗啦，我係冇機會咗啦，我係肯定冇機會啦。想揾翻啲感覺冇咗啦。仲有美好的回憶，記憶啦。仲有我睇到你 send 俾我哋個 message 啊，有幾段啊，即係講。泰國噶啦，呢個真係好特別啦。仲有一個係講緊喺我哋馬來西亞發生嘅，因為這一個故事我看Steven 要講到應該更加，因為他是不是去旅行啦，他是在馬來西亞認識。呢個我哋再下一次再同你分享，因為而家好夜咗，我哋都唔好太遲。冇問題啊，我哋有幾多古仔分享下㗎。哇！我哋下一次再同你再 call 你，再 call 你。好，唔該晒你，唔該晒你 Steven，唔該晒你 Richard。OK，謝謝你，唔該晒啊，我哋再傾，下一位再傾好，好，拜拜，拜拜。好料哦，哇，真的是很厲害。因為他不錯，很有魅力的，很有魅力。你看他照片，他那個 WhatsApp 的照片，他頭像，你看他現在40多歲，看不出嗎？而且有做 gym 身材又好哦。然後那時候當他沒有講到他之前也沒有這樣的身材啦。所以如果是不要講女孩子，我看到我都會心動。太靚仔了，是，都是純情大學生的嘞。我們下次再 call Steven，可以。我們謝謝 Steven 的分享。聽講下一次他的故事也很特別。